屏東新園烏龍村有一口超過180年的古井，逐年攏會請真濟人去底餓死水。傳講是因為佇咧當地捌拖怪病，毋過使用這龍神古井水了後，病就好去啊。到即陣病若是5、2節，民眾就會載水轉去啉，轉去洗身軀，祈求平安順遂。議長周典倫和新園鄉長5時一到，開始進行祭拜儀式。拜了拍開古井蓋，水桶水向下面彈落去，安尼搶的水才會當裝滿，就開始會當取5時水。屏東新園鄉烏龍村出名的龍神古井，今年5日節同款時間也未到，就足濟民眾炸水桶走來排隊，要載5時水。這口古井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，嘛有未少傳說。清朝時代，算講這種是因為媽祖指示來學的對吧？清朝指示媽祖指示來學的水，就有這個治病治療的這個心跡啊。前總幹事表示，這口古井佇遮超過180年啊。細漢聽長輩講，是居民受到媽祖指示，佇烏龍這附近開井給居民用，甚至嘛有人講，因為村內捌拖怪病，求醫無效，使用龍神古井水了後，病就好去啊。實際這個傳統延續到今嘛，5日節就有民眾來載5時水，祈求平安。伊水質，甲咱普通時間起來水質是完全無共款的。是，那個水特別好。你喝完會，伊講也當辟邪啦，洗淨我們的身體啦。回去的話，先用一點點，然後煮沸喝，然後再用一點點讓家裡面洗澡，剩下的留着。地方人士講，龍神古井一直是地方重要的文化活動，取5時水嘛辦超過20年啊。除了延續5日節傳統，屏東縣政府今年嘛舉辦畫圖比賽，吸引地方國小學生參加，讓少年世代認捌在地文化和歷史故事，嘛讓龍神傳說繼續流傳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